我是阿叶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也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，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。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、我的感动，还有我的愛。我是小虎，從這道菜，我親愛食好食的東西。故說我對料理同煮食都有興趣。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，特別我看到日式到好食的東西，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同快樂的笑容，這就是我真歡喜的事情。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、老分享的分享。我哋今天帶定歡喜分享出發，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哋，分享人嘅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。歡喜出發哩，祝福大家都是。到台灣有1100萬3個基層勞工，有一對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，唔驚風吹日曬，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。我哋今天出發，去尋一對辛苦嘅勞工朋友，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，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，來為散漫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。建築是一個流汗出力的行業，要靠記到，都將有安全的家業。今半日，我哋就來體驗一下，來做一日的表務工哦。日子，嘿，去做八週呢？係啊，你一下來到董事，你第二來去乜嘢嘛？我係乜嘢？董事呢？就按嘢來。鴉片啊，哈，有個做屋嘅老師傅，故作根本嘢你就嚟體驗佢哋做屋嘅辛苦。做屋嘅起屋嘅啊？係啊，起屋嘅就前面有冇？你買奶水呀，讀鐵嚟呀。一開始起嘅，一開始起嘅，有冇炒鳳毛奶？哦，唔知做乜嘅，你嘅師傅為了你肉都冇平。係啊，冇起屋係唔用肉咩行咯？係啊。冇，你家你前。係啦，前邊，哇，牛奶都幾香。有幾片幾多誒？老大哥。哦，老大哥。好，睇下按坐。我今晡日我帶我哋去看到嘅做事啊，哈。好啊。好。啊，到那邊啊？到嚟石國嘅客上醫術呢？我讀太好嘅時都讀相關科系啊，畢業退伍了就順理成章就做了行業嘅，今年做27年嘅。哦。係啊，跟住唔係入工體咯，入咩行咯？係啊，入咩行？還有工地就做些事啊，那某訓的事啊，做兩拜了朝聖先師入宮，拜到幾萬波幣。朝聖先師就係到內水嘅鐵工嘅伯父做內水嘅主師呀。你拜下好，你好，你拜呀。我看佢中間呢係魯班嘅哈，就係你朝聖先師，就係講木箱嘅，啊右手邊係荷葉先師，就係講奶水嘅，然後魯公先師就係鐵工嘅，排到，今邊本來都順利，順利利。你叫他做事。
我太哥，哎呦，就挺你哦。啊，你做谁哦？上工了啊！老太哥，哎，用班爱用做对嘛？标准，标准哈。标准，做对，做对做谁诶？做对，我还得完全冇了解，唔得会一些都带的马该东西。你们呢做的是计划道路啦，吼，这是计划道路，啊，你两边选的侧沟，侧沟，准桥，水桥，其实是个有形的侧沟，啊，因为安尼表面的树的嘛，哈，表做的无法度做 U 型，所以安尼内膜啊，吼，就用个贴膜。人家已经到第二个阶段了，那外膜煮好嘞，你啊贴膜表落去，啊，过来两边选的表面捞贴膜。结合打调料，好，就灌浆。一开始老太哥同讲解时间，佢对工厂逐步骤就讲到懂清楚，就知道佢係一個懂有邏輯組織嘅人。我想吼，也就係做建築懂重要嘅特色。為什麼要加強？就是因為點下講，安尼風嚟灌落去時就測壓力。啊，我壁膜，啊講要不敲起來，不敲膜，啊，連做個表膜都仲有冇用嘅，啊，想白個太嚟個頭前個女兒牆貼落嚟14年個，但是因為表膜嘅嘅支撐，冇啦，哦，啊，所以灌漿力量狀態，啊，灌落去嘅時候冇壁片，下尾支撐就落片，就不要就落去，啊，所以咧都灌漿都唔一樣。所以你工地的表膜的支撐哦，係輕鬆啲嘅。哎，表膜嘅支撐懂重要。古時嘅人根本要做懂重要嘅事情。古時長期就按樣啊，有一多年的經驗，張做在做一按重要嘅事情。你像我哋個師傅有嘛？這個師傅做30年啦。哦，30年咧，哎，你企到要3分鐘啲啲。對啊。可能冇辦法做按樣嘅事啊。我跟大家。哎呦，哦。好，我頭一下。我頭一下。等一下打架。要打好來。喂。哦。那邊啊？那沒關係。哦。哎呦。怎麼了吧？當地無要緊。哎，我就睇啊。對，這邊我有睇，唔是這是需要你動的啊，總互你動力的啊。一開始啊，佢邊度嘅固定嘅表膜啊，其實都個表膜就有專用過，真係沿線嘅穿過去，它個係不個貼條單過。它重大的工程，比較重大的建設，你都規定模板要有模板證照，怪手要有怪手證照，綁鋼筋要有綁鋼筋的證照。哦，壓重來。全部啊，太偏那些。啊，像我哋發到工體的都工體主任的證照。沒有執照。哎。誒，來個。哎。怪手也挺痛的呢，條我怎麼來？主要吊個鐵膜，因為鐵膜較重，人搬唔停動。啊，所以就用鐵膜，啊，就用怪手吊落去嘅。這不用是不是當是不用落去呀？哎，其實不用落去，人就後尾附近的，還個橋皮漿啊。哦。哎，我看見吼，是怪樹的哦，較強壯哦。較強壯哦。邊個有發圖冇？你當時發圖我試下嘛？應該是怪樹。是怪樹，很愛去甲講我去的。他看你講，唔什麼的呢？你怎麼那麼好強啊？不過你卻愛從細嘅夢想啊，就想我去試看啊。啊，不用下去。啊，不要下去哈，按看了就不你按着丢嘛，你也記得是怪樹，那離開燕德的幕後當電影當危險哈，就這裡遐假的，你是冇過來哦。對嘛，同時控制。多少年了？哎。左手控制上下。哈哈。
还没讲讲为是唔顺，其实下长哦，坐上去9月2下就做松树。时速80公里。这些的时候可能10怪数啊，还主动上的是太也好嘞，可能天一样变形金刚。那喊卡上的是基本上4度哈，爽。就是别人用过天毛，然后对，而且还会第2次使用。但是第1次我们灌浆完毕以后啊，这个掉了粉红也是。哦，这样啊。那这水泥它会影响我们下一次的灌浆。所以在第2次使用之前啊，第一个不用超过，copy test，就 copy test， 都比枪哎。哦，唔会快哈，唔会很吃宽的。上场。哦，安尼其实主要作用都是保护了铁膜，冇上线的。哦，没上路。哦，过来都是增加它润滑度。有你会画。就像挖土用的啊，然后拿那个抽诶，然后个油按用，都可以按用抹的时间，压着些当疗愈。这边。哦。生发牛，给我一点机会。爱唱一首红牌，太家恐怕会打掉戏。哎，哦，个档要拿开，当然拿它。里头有支撑，安尼就。哦。哎呦喂！哦。哦。有没有？吃！大锤一弄吧。哦。哦。支撑。哦呀，咱讲来脚感好好。顺利。就是拿紧的。哦。跳好了。我刚才手上就。那推特。要这边模糊一下。哈。哦。这件咩拿来啊？拿来。这边。信号嘞哈，就要好的嘛，就要擦表母。那擦表母就破坏嘛，破坏嘛也唔你就前面股会靠最好的嘛。香港都发现爱破坏嘛，我看见一次，什么就什么，无理啦，哦。压一关我就拄到问题的，我真嘅冇办法，佢我油力，个下来拿个铁锤的，个铁锤的有2片的方向啊，一路个铁档的路去敲出来，我完全寻唔到方向啊！我出力，我出力，哦，哇，水沟盖好了耶！哦，徛起来，看有得铁档的无？
有，哪有？有也有机，哦，烤出来哈。烤脆。还有个爱到个饼的有冇烤出来？叫动态的，啊，就是用来给烤出来，给等来做成啊，就真的是200片档。没有，现在小一点，哎，往下调一点。然后给烤比慢慢。哦，要水锅盖啊！哇，那现在就别开，要跟窑厂嘛？烤一场，你用烤的啦？烤的，也是餐饮烤的啦。灌模、灌浆到脱模要几天是最合适的？3天，3面。3天。有讲哦，日头較太，即都較夾到嘅，又喺落水田就較慢到嘅。它寒的，較寒。温度比較低，它寒的。一開始哦，啲野些愛到太日頭下，無人有才想講落雨啊，佢哋應該會當歡喜啊，做得餅家又做得停工。唔過佢哋係算熱心嘅，愛做爭有錢。古所謂都講熱咧，太日頭落雨，佢哋吼還係甘願出來做事，實在當辛苦。洗來條咧，我工地啊，佢曬3面了啊，佢皮都脫得像。啊，他的愛看醫生啊，哦，但是我老姨講，你都習慣，哦，你都習慣了1個月以後，習慣了工地的生活以後，吼，你都不怡然自得，唔驚日頭曬咧。以表門工來講啊，吼，模板工啊，吼，佢北部大概2800到3000一天啊，一天營業的工資啊，就算是新到工地來的，我2-4萬，絕對有可能。食飯啊！哦。哦，肚子腰嘞。時間到誒，做得食飯咧。吃飯。哎，吃飯。葉姐，你們喺度將工人食飯，像啲藥費一樣咯。唔好吵我哋好冇？給我一點機會。幾條搞不搞？有啊。不是應該你們很會吃嗎？哎，要吃飯那個一定要這樣湯這樣吊着嗎？啊。那你對不對？對，加入。好嘞，吼，啊了阵将管去按中和标本比度，啊突然间个插块就从按都完成了水沟案嘞，哎，巧下伊，要用按准，按你讲那个量片。對啊。按水沟量片，吼，量片都20公分的啦，吼，20公分的啦，吼，将摆落去，所以佢哋要用，哎。因為條餅啫嘛，加到橋嘅上擺，啊就將水內餅落去，個餅嘅上擺，啊將擺落去兩片嘅橋去。哦，啊，有個作用啊，就係講兩片平均受力，它唔好疲憊。啊，後尾就撒那機從就高嘅嘛，但是將灌到一起，佢要攪拌，倒時，咁啊將啊比平均嘅分配啊灌上去，這樣唔會有氣泡，啊唔會有個蜂窩咁嘅。十步啊！這裡是平梯嘅，哦，按照南馬礦車到位，那車的都是70塊。這以前的回來。冇中央咯。哦，你冇咁講咯。我按啊，都夾計嚟工資，我帶你看下嚟好冇？現在另外一隻工地啊，過去了啊，因為你們灌漿要到上面9樓了。哦。所以我們利用壓力。我有台茶哎。這是風步橋。哦。這是風步橋哎。哦。風步橋，這叫河內。果模奶。好，南馬礦，透過壓力啊，才能去灌。去風的時候，講呢
有让利哦。对，顺时钟转的话跟逆时钟转不一样。顺时钟的话，你的蹄把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啊，我栽落去啊，然后火你们招牌，所以你要不时的搅动，硬筒，维持它的咸，这么刚看啊，倒下来是有打掉出来，逆时针，都做，跟掉出来嘞，呀，它有用个运送机啊，佢用人工哦，佢是，不係真有冇開始？係啊，嚟看營養嘅裝飾。差唔多不好嘞，乾都差唔多要好嘅。不好嘞，當姜嚟嗬，係啊，年數多啦，呢張出去係肯定就乾都差唔多。按多少都做嘛，唔清吃嘢。好啦，咁樣嗬，當主呢肯定都是偏多，一下係都愛注意傳好食的料理本就是。安尼哦有。想要食乜嘢嘛？本點菜。點菜哦，我這啲偏東的幫你穿哦，做公營青菜，是我保最好嘞。青菜。青菜哦。 兩塊大都是條。冇乜嘅貼配的嘛，上個色的嘛，冇嗎？做嘛㗎，都是嘛㗎，都同關意思的，自由發揮啊！自由發揮。好，咁樣係就上辦法。看下就實力喺度。係啊，上款啊，我做乜嘢好食料理本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嘛。我都是緊要咯，我今日做啲啦。等，好食料理。好，阿主席。就先去準備食材。好，雞胸磨蟹。好，謝謝啊，再見，好。你们的工班有点脱节，你睇做营造的吼，都现场做些啊吼，已经都老龄化了，后生冇好，嘿较艰苦，都系啲工作环境冇像催年期啦，哦，唔当然要逐张叫工作环境全都不卡切对十几下到的啦，10个早，一定是重复的几下到的啦，要在太阳下曝晒啦，这唔係一般人当得掉的。 啊，一片荒芜安尼，啊，都天幕，啊，经过研修，啊，变到东漂亮的公园，东江的公园，啊，一条东江的啊，东七东顺的路，哦，你就看到个真欢喜安尼，所以都是安尼原因，就凄美啦，主要就凄美啦。你愛前菜，唔單係來到安山嗰個地方。我聽講來到有董事嗬，我說山珍海味愛講嘅。 海面又冇海面啦，咩山珍水面啊？你好嘛？好嘛？是咪？啊，點講啊？我有熟識誒。係嘛？三哥，哦，小虎啊，哎，你看到冇？你看到冇？我去搞找。哎，你落嚟看下，看樣誒，看中意那張台講。哦，你樣啲睇本拿嘛去哦。去買，小虎！不要跑！ 過來！塞條啊！你咪動線咩？你個停筒咩？哎呀！哦，好嘞。我呢要拿你阿嬷的鳳梨。啊，你可以叫嗎？叫可以叫嗎？不要叫賣鳳梨。可以呀。 小虎講吼，我說山珍水味我來唱。哦，冇唔錯，安尼整嚟都錯咧。看阿雞阿鴨種下油。當槍當頭品種誒。係啊。唔種香嘅按到乜嘅品種嘅雞啦？雞下種哦，有個珍珠雞、上大雞。上大雞。係啊，土雞。誒，叫金雞種下油。真嘅哦。係啊。哇塞。哦喲，你係咪有竹雞？ 竹雞差唔多走來啊！自家走來啊！那個香昂，
香港，香港嘅。咩？應該講那隻蝦皮嘅。啊，我仲睇晒佢哦。我來呢度做，我試下做。那帶人自己做。係，你我來做。是的啦。做嘅都要做唔到。只可能。試下看啊。係啊，只可能。我嚟味啊，唔嚟做啊，樣好嘛？我嚟腳，我嚟腳，我嚟腳。哎，有咩樣嘅？你有人睇本那麼戲哦？去買，小我！不要跑！過來，腳過來。這呢度是的。哎呀，安娜。耶！我看啲雞哈，平常是當優雅都去行路呢。我真嘅腳佢要捉起家，一下打出隻，一下打橫隻。雞捉到了。捉到了呀！一樣係到嗰啲。你啊，啲雞係，應該夾出冇跟阿雞呢。啊，按原來都東西咧，嗱個夾出。加菜，我講凍絲啊，要當好食嘅水裡，要一下要去季節，係咪有一隻水裡？咩？沒有。咩？佢水底有東西。哦，水底會啊？係啊。乜下拱？啊，係啲下冇咗嘅咪茄果啊？我都講呢菜又雞同佢鄉下有一種菜。真嘅啦。係，我帶你做事啲。啊。係。錯啊，做嘅嗬。係，依個種東西就配幾錢好。好啊。好。喲，你看那係乜嘅東西哦？你慢慢見看。我看乜嘅？我看啊嚇，我看佢嘅泥啊，要空冇，要困冇。泥，對呀，是按車。係啊。嗯。啊，一係泥鰍。係啊，咩？冇。沒有。一片冇。佢帶個招牌的，單位的。說你啲乜東西？係啊，說你啲乜東西？我可能是。我打作到我都唔講。呀，你要線啊啫。哦。乜東西？線啊啫，要爬過。哦。要線你一樣。係。一樣。要嚟，波。塞條啊！係啊，你不斷同嘅。嚟，波走。咩乜嘅東西咩？哦，到你。哈哈。啊，太實喎！我啲嘢乜嘅？重上了。講錯。係痛啊！痛啊！就是鱉啊！咬人吧？喂啊！我有可能都係啊。溪流底度。基本上佢溪流就當到咧。誒。啊咩啊？來，你冇講。用實拉。我帶咗台北冇。我冇用。嗰度走啊嘛。唔會啦，你趕時間你煮料理。一盤走。來。呀哈，我哋來到鴉片咧係。董事本給市場。係，我來鴉片芹菜。唔係太普強喎。我會太普卡。但係芹菜啊，希望講太普卡嘅，你冇插人一樣。有可能咯。嗰隻學到嘅，係嘛？Hello，我係客家人，我係客家電視台嘅。你係講羅拉咯，哎呀。羅拉，羅拉咯。哎呦。好。跟住用你壓格嗰啲芹菜。誒，你好，平常可以裝到半嘅175號喎。175號，好。跟住用你壓，先傳一下。放鬆一下。好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哋係客家電視台歡喜盼作嘅節目。今日來到董事咧，我以主辦盼作群做表母，當辛苦嘅工人生。希望唔到出菜，我哋出力，向下來注意傳受難嘅料理。我哋嘅歡喜冰箱變到本期嘅175號。歡迎大家人，上一人我哋分享嘅菜變到嘅冰箱底度哦。安住先哦，一定要拿去哦。羅拉。
哦，罗拉。劳工很辛苦，我就拿出来，回馈你们。唔好，我哋係客家電視台歡喜拍照嘅節目。我係主持人阿葉咧。我係小虎。今日來到董事要拍照，我辛苦嘅表母龔穎生。歡迎大家來出菜，我哋出啲鄉下來煮一餐上南嘅料理。我這裡啊，是那邊農民那邊東西種出來的東西啊，啲啊，你資源個秋啊，把它的東西啊，好的應用的話，裝後來也可以做料理呀。然後我哋就會拿菜來煮一餐上南嘅料理。很辛苦嘅表母龔穎生，我來之前有談過。董事年慶也請，慶有愛情。歡迎大家中華人係做宣言咯。安子姐，羅拉。木卡度嘅模式派來嘅南瓜吼，拿出來問大家東西嘅鄉親吼，叫我來分享一行嘅一年嚟吼。佢真係市場就放鬆誒，而家冇啊。唔啲打落嚟啊！看一下個打。太重條、水梨，看一下乜嘢？長洲嘅토마토。長洲토마토。好，又係呢個啲。再嚟。你做先。前面冇嘅，好啊。更加嘅水梨嘅，有上過做得做乜嘢？水梨啊。係啊。那有香豆哈，迄面有苦瓜嘞，香肉。係啊。我就跟他睇那瓜嘛，這像水梨，做得。那整嘛。這樣做得咯，你就來，看我用這個豆苗呀豆片咧。還像以後哈。豆片咧。好，來，吃飯看。陳家陽。你好。我哋係客家電視台。歡喜拍照。今晡日咧做菜做嘅表母嘅實習生啦。打工換物。哦，是的啊，是的。唔係，做得哈。OK。是的，好。你演然後啦。我先示範一張啊。就很簡單，這樣子手捏，看你的字，因為我們是手工，全手工的，所以我們都是這樣的捏，放下去就圓了，這樣就可以了，對。可以啊。一個都很均勻哎，做10幾年了，你做10幾年了，那你不就國小開始？沒有。來。你說，阿媽這樣子轉，靠我們的力量這樣子，對，然後往上轉，對。美女的比較小，對，這很漂亮，這樣，哎呦，對，錯，這樣呢，這樣按你的，按你睇先啊，都可以啊，看個人，嘿，現在你太，先畫優秀，哎呀，對，然後這一支放下，對，畫一下就可以了，對，是的，忘了，這樣，是的。咁我要地圖要注意嘅。你是本，要寫部位嘅。哦，即係留起來賣啊。係啊，現做現賣，不說要清理哦，要好，對，做冇問題。好，回頭。一舉兩得呢。對啊。跟入平常有哪會買冇買？送。用送呀？送，給送一包俾小虎。OK，冇問題。好，冇問題。繼續做。我認數同繼續做，我認命。謝謝老闆娘，謝謝，祝你生意興隆。謝謝，好，缺工讀生不要忘記打電話給小虎。下一台。哎呀！好，謝謝。謝謝，你講愛煮油焖米，然後愛煮鹹酸甜，對吧？老闆娘你好。鹹酸甜，豬腳。哦，我們是客家電視台，我們要煮菜給那個營造工吃，那你可以送我們一顆鳳梨嗎？好啊。等下我幫你插鳳梨好了。對，我們不會跟你白拿，我們打工跟你換。給你拿，好，這樣給我拿哈。哇。會不高興哦。對。有槍哦。有像哦。
小心的，对。有啊。有一小个上啊，先来托下那粒，先托下那粒。不要急啊，假地弄画画，你得。哦，你要粒最强的。还有周大宝是可以了哈。好，谢谢，请你们吃了。不好意思啦，老板娘。我们出来就不是要这样子的，我要。你要买凤梨吗，妹妹？是啊，我是他孙子啊。哦，孙子啊。哦，老板孙好。我们呢要跟你阿婆、阿嬷，要一颗凤梨可以吗？哎，我有帮你阿嬷那个削凤梨，这样可以吗？应该啊。免谈呢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呢要拿你阿嬷的凤梨。啊，你可以叫吗？叫什么？叫卖凤梨。你要叫卖凤梨啊？可以呀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条我写的哦，叫我食。有水，我是要从品牌啊，从海捞品牌嘿，好，哎用这，提供80的元就好啦，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这样还没生意啊，下台哦。好，谢谢，那个凤梨再去吃的。我们俩谢谢。好了，哎，有价够的啊，那样。谢谢。没关系，自己的。谢谢，拜拜。我上头讲，迄个哪个凤梨的设计量是嘛，迄两个啥物嘛，韩国买本来。国家研究，弄研究真很笨哎，来根本以后，来一定要好好的上啊做嘛。做板模嘅工人，记得全部用体力。我补啊。系啊，要补一下。哎呀，困未啦啦。啊。哎呀，那困未去。困未去，过来继续做啊。来赶工啊！你是做几年啊出世？对。你做久？我今仔未出世。那你。因为日头是在痛台的，这种是因为我晒粉的那种的嘢啦，因为你嘅生意哈。现在汤锅啊，冇嘅用嘅泡碗用煮嘅汤温牛。可以减的，用这边煮2点钟就好了。香进去。老姨吗？对不对？好。呀，哦，先让它泡一般。呀，就系我家乡嘅菜大扒鸡。下面係一種食法，食得會鹹鹹嘅，然後前面食得會甜甜嘅，完美的 ending。他們都小虎二豬給小妹妹不能明白，對不對？對呀，高價嘅當橋。
度吼。下班了，升班了。辛苦。哎，哈，唔得哈辛苦哦。哎呦，日头，哎呀，日头暗太哦，你看全部晒到像管用的呀。来吃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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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，来吃饭。吃饭来哟！哎，根本日呀，早早就系为人道煮的，要全部就市场的爱食，去做的团团呢？鳟啊，鳖，不像哦，鳖加鸡肉煮的那个十全大补汤。你啊，低头比啦，这就好诶。弄我嘛哦。哎呀，困未咩啦？哈，哎呀，那困未去。困未去，过来继续做啊。来赶工啊！我问你吼，你是做几年啊出师的？ 3個月出師啊！你3個月，哈，你偌久？一個月出師，啊你咧？你遮久？偌久？我未出師。那你，安尼你就喊慢了你。冇夠哦，做地方多一點，來，那出師啊哈。做這目色愛好啦，目色。係啦，做久無效，愛目色愛好。但是都講啊，我都不知道吃什麼。你都講唔通唔好啊，哈，做正經就唔好就是啦。哦，看人做。 哦，啊未曉，家己就記起來，安尼。啊，以後咱就要做啊。哦，你看，師的講的話，啊恁聽有無？啊聽有無？基本還未算出師的，怎麼樣？做得還習慣嗎？年輕人？還習慣。還習慣啦。哦，有沒有被師傅罵？有沒有被罵過？罵而已，可能還有。常常啊。哦。有沒有這樣晚上躲在棉被裡面偷哭這樣子？不會，第二天硬着頭皮還是要來，是吧？哦，要堅持，好，堅持下去，你就會像這老師都這樣哈，本來日頭足大的對吧？差一點啊，就要落雨啊呢。因為有一擺牙吼，我比講隻小小的吼，磨落去，然後其實磨落嘅呀。哦。有擺就無必啊。係啊係啊係啊。 辛苦哈！天公包有糖豆，謝謝了，謝謝，謝謝嘛，哎，謝謝你。我們呢，就是來這裡辛苦一天。不過呢，你們呢，你看這個有40幾年的哈，也有那個2、3年的剛畢業的，要繼續的堅持，為我們台灣的建設，好不好？謝謝。你們最基層的工作，沒有你們啊，沒有大樓可以住啊，沒有漂亮的馬路可以走哈。謝謝你們，謝謝。這種當真實的感覺，都要一場吃飯的時間。大家做事，然後歇困，來開始吃飯，然後看到佢哋的松樹全部含喺奶，然後拿點碗食幾餐飯，心肝當小暖。然後佢哋向下打嘴鼓啊，每次都講，雖然講也地度有當到嘅就唔係客家人，然後咩唔係所有嘅人就帶到董事一個地方，全部就到台灣嘅各地來嘅，然後大家就來到一片做事。知道大家就真嘅當耕耘啊，你台灣人要按用耕耘嘅精神，然後三忙大病嘅精神，不管做乜嘅事情。 就做得他的大家的鼓勵，然後我知道雖然講根本嘅煮一餐飯真係煮到當辛苦，因為真緊當嘅，不過還係吃到人當值得。就好練啦，哈，就好。辛苦。很什麼啊？繼續加油哦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哦，認真。
哦，明天。哎呀，还加班呐！上忙，呀哈，哎，你们叔叔啊，够厉害一张。请问你爱煮饭给对象？好，叔，点球。